启明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新声节目。斥资19亿的台南市立图书馆的新总馆，终于正式开幕落成启用了。那这个新总馆的规划呢，涵盖了各个年龄层，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去使用，而且呢，它还结合了教育、娱乐、商务跟创新的产业等等，颠覆了大家对于传统这个图书馆这样的一个印象，而且呢，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台南市最新最夯的打卡的新地点。那当然呢，我们的新总馆可以正式的落成启用，幕后有许多的工程。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其中的一位到节目当中，要带我们的观众朋友好好的来了解我们的新总馆。现在我们就来欢迎台南市立图书馆的洪玉珍洪馆长，欢迎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很开心邀请到馆长到节目当中，因为最近呢最夯的就是我们台南市立图书馆的这个新总馆所以呢，观众朋友很多都很想要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新总馆，所以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请馆长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创立这样的一个新总馆？因为在公园北路这旧总馆已经有40几年了，哇，40几年，它的馆舍总楼地板面积只有5000平方米。那经过40几年的发展，我们馆藏量一直在增加，对，然后服务能量也在增加，所以它已经没有办法再负荷这么大的一个服务量。那对于一个新形态的一个公共图书馆，我们是希望除了阅读之外，它也是可以变成一个学习的空间。那在馆舍空间有限的一个情况之下，已经没有办法再做这样的设置。那民众也会觉得阅览席位这么少那一直都有各方的期待，希望台南有一个新的总馆，所以呢，我们才就在永康炮校这个地方，就盖一个新的总馆这样。所以就开始来规划。那我们知道说，哇，这个新总馆花了19亿大约19亿左右的经费，而且呢，就是说它的新建其实历经了很多年的规划，那这一段过程其实相当的辛苦那馆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从无到有，我们的新总馆是怎么样盖起来的？刚开始我们就去看一下各国的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他们公共图书馆的目前的一个发展，那也参考了民众他的一个需求，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定位成是一个能够蕴含台南文化、贴近市民生活的一个公共图书馆。我们希望这个馆未来能够满足我们市民呢在学习上、还有生活上跟工作上的所有的需求。对，那选的地点其实它也是非常交通非常的便利嘛，对不对？哇，那这个地方占地非常的大，那所以这次这样子，我们的新总馆可以落成呢，其实大家都很开心。那我们新总馆总共大概用了5-6年的时间，从规划到一直到新建完成，对不对？对，是好长的一段时间。然后而且我们这个其实当天呢，在开幕当天我们当初其实有这个构想的，我们的前台南市长赖清德，就现在的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呢，也有到我们这个开幕的现场。那当然当天呢，包括我们的市长黄伟哲，还有文化局长叶哲山等等，非常多的贵宾都来参与了这一场的开幕典礼。好，那我们现在就透过 VCR 带大家来看一看呢，当天我们开幕的状况。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台南市立总图新总图的一个落成。其实这个总图始自于我们赖副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的一个规划，到2021年1月2日正式启用，中间经历了5年多的时间。可以知道10年树木100年树人，我们要建一个新图书馆是多么的不容易。那可以知道台南市是一个台湾最古老的城市，再过3年就要建成400年了。所以说，文风鼎盛的台南需要一个好，而且这个让市民朋友在方方面面都能应用得到的图书馆。我们希望说，就像教育是一棒一代接一代，图书馆是一棒接一棒，建设也是一棒接一棒，能够把台南市变得更好。今天我非常高兴回到台南，参加台南市立总图开幕启用的典礼。那我要特别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台南市是台湾第一个城市，是文化首都。在我的任内呢，也推动许多的，包括文化保存、古迹历史建筑的修复，然后呢，推动了许多的文化建设。
我们也办了许多文化艺术的活动啊，像好比台南艺术节。台南市是文化的首都啊，我们就是希望经由台南市的努力，共同的努力，让任何一个人来到台南就知道台湾，让台南市民产生光荣，让台湾人产生认同。台南市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所以我在担任市长或是伟哲担任市长，我们大家都协助都是寻求议会的支持，打造台南市成为文化首都。那台南市要成为文化首都，也一定要成为书香城市。我要特别利用这个机会祝福我们今天的开幕顺利，未来的营运圆满成功，一步一步稳健的迈向书香大台南的目标。黄市长，接着恭请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赖副总统。3、2、1，请剪彩。打开阅读新时代，台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正式开幕。哇！再一次感谢各位长官贵宾的一个莅临。来，我们台南市立图书馆赞不赞？赞！哇！希望大家呢可以常常来图书馆挖宝哦，来让我们台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书香大台南。那这个公共艺术是英国的一个保罗的一个艺术家所做的。他就是在抓住那种瞬间的这种书页飞下来的那种感觉，那也象征图书馆散播知识的这种精神哦。民众可以透过互动墙，那待会副总统市长，我们可以用1只手指头。那这个互动墙大概有提供6个。那其实这边还有包括活动讯息的部分。那因为我们这个图书馆很特别，既是图书馆，它是一个很综合型的。那我们每期都会有这些新书的推荐。对。还有像有更多的有一些名作家也会推荐一些书，也可以在这个互动墙。他们可以坐在那底下去看书报杂志。24小时的这个取书机，那24小时，那总共可以同时容纳2560人。黄市长为这个已经来过4次了所以非常重视这一个游戏。对。所以目前就是书都在透过我们的电脑，然后扫描之后，然后透过里面有2个机器手背，它把书上架。在内的对，书还回来，它就会自动分类。好，这个可以改用这些。好。那等下书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开始。书拿到了。他送来就从这里去。接你去。拿一下。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当天1月2号开馆开幕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哇，我们副总统赖清德赖副总统啦，王伟哲市长啊，还有到现场的贵宾，大家其实真的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呢，这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台南市的一座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一个新的一个地点。而且刚才我们只是简短的看到这个开幕的影片，他们参观的部分，我们就发现说，哇，这个图书馆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好鲜
先进哦。所以呢，其实参与了这么多年的我们的馆长呢，你应该是感受最深的。那现在他终于落成启用了，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情？有，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局长也会经常提醒我们说，那我们花了18亿这样的一个经费盖一个新总馆，对，如果就是盖出来就是一般的图书馆，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对市民交代的。对呀，所以在我们开幕那一天，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的到访，然后评价都还蛮不错，主要是他们觉得这个颠覆他们过去对图书馆的想象。对，没错，他们真的一般人会认为图书馆就是一个看书的地方，是一个很安静阅读的地方。后来到图书馆发觉，怎么都不一样了？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功能，然后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网络上还有到馆的民众对这个馆的一个赞美的话，我们感觉到还蛮安慰的。真的评价非常的棒，然后大家都是好多的网红什么部落客，全部都跑去拍照，然后就越多的民众越想过去，真的很棒，所以你应该是真的是非常开心的，对不对？其实因为这个馆它本身就很美，对，很美。因为我想建筑师他透过这个运用一些格栅，不管是外观或是内部，他透过这个格栅，他创造了那个线条的美，然后在这光影的一个变化之中呢，是非常的很迷人的哈。那不只是它的一个建筑物的美，其实因为我们内部是有功能性的，因为我们是希望它不只是一个阅读的空间，也是一个学习的空间，也是市民呢可以在这边待一整天的空间。所以我们在每个空间上面的一个布置的话，民众逛起来会觉得很丰富，会觉得它不像图书馆，可是又像图书馆，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有很多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对，就像馆长所讲的其实真的是颠覆我们大家心中既定的印象，大家都觉得图书馆我去那里，然后可能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个区图那一类的，就是进去可能要比较安静一点，然后就是阅读报章杂志一些书籍啊，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学生在那边看书等等。但是现在这个图书馆，大家会怀疑说，我是真的来图书馆吗？怎么会整个设计非常的棒？它其实美的里面的东西，或者是美的像美术馆跟博物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特色的部分啊，馆长我们就从它的整个建筑来讲好了，它的外观其实设计的非常的棒，对不对？它是非常的简洁啊，因为建筑师他们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是看到台南呢有很多的那种庙埕，那庙埕前面会有那些榕树，然后就看到大人在那边聊天，小孩子在那边嬉戏，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台南味。因为这个建筑师是由我们国内的建筑师跟荷兰的建筑师一个团队合作去设计的，所以可能这样的一个景象让荷兰建筑师他们觉得印象蛮深刻的。反而是荷兰外国人的建筑师他去看到了属于我们台南的味道，对不对？所以他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把这建筑我们就看它一直往外出挑，就是像一棵大树的一个转移一样，一棵树，所以它可以创造很多的那个一个绿荫的一个空间，所以下面大家可以在这个廊道这边逛那当然它也是一个绿能的表现，因为这样阳光就不会直射，它可以创造这个遮阴的一个效果。对，哇，所以这个建筑真的是非常的棒，非常的美。而且我们知道说，它其实在户外的部分之后还会结合那个公园，对不对？对，这是它特别的地方，我们叫做月之声月之声。对，像它是一个阅读，它里面有共融式的游具，然后也是有一些阅读的广场。那未来呢，我们的阅读活动就可以从馆内到馆外，这是我们的特色之一。真的很棒一般图书馆大家想说，我就是在馆内在阅读，但是现在的阅读可以延伸到户外，哇！所以当初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巧思，真的是很棒。所以那部分也是由建筑师一起在设计。那预计我们在农历年前之前就可以完工，就可以完工，哇，好棒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就是说在户外阅读的那个感觉，哇，真的是非常的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其实刚才在 VCR 里面有稍微看到，走进去里面，其实里面真的也是非常的漂亮。我们从这个建筑跟里面的一些我们有摆设出来这个艺术的作品来谈起。对，因为大家一到馆内，第一个会被吸引住，就是我们在挑空区的
英国艺术家保罗考克斯基的一个作品《阵风》这个作品确实是因为它是非常算是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公共艺术，那大家会马上会吸住大家的目光。对，没错，哇，真的是。那我们除了这馆内有3大公共艺术之外呢，我们也邀请了在地的一些艺术家做一些策展、一些展览。所以在这空间里面，你走着走着，你就会在一个角落遇见艺术。它是很自然的融合在这个空间里面，而不是我们就觉得刻意去营造它。我想我们当初在做这个整个空间的一个阅览空间的布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像我们从大厅进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于新书的一个展览，就是像书店那样的一个感觉那样摆放。那我想民众进去的话，自然而然就会走到那个地方，自然而然就会去打开书，在这样的一个布置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就会遇见一本他想要看的书。所以我们希望是透过这样的情境呢，民众他会很自然去亲近阅读、亲近图书馆这一件事情，而不是我们一直用一些教条式说大家要阅读啦，大家到图书馆。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营造，让民众自然去亲近它。那因为它的一个美除了有人会说它怎么会像美术馆，像博物馆，我说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当初在营造这个图书馆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希望到假日的时候，全家老少呢，都可以把图书馆当做一个非常想去的一个场所。那大家可以待一整天。那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空间，都有可以满足他的一个空间。所以你说它是美术馆，它是美术馆啊，它有很多的艺术品啊。那你说它是一个学习的空间，它里面有很多的学习的空间。那你也可以在那边，你不是说发呆，你可以在那边思考。都可以，真的也可以待一整天，因为里面也有一些餐饮的服务，这样。对，哇，所以呢，全家大小一起去，不管是很小的小朋友，或者是说，比较年纪大一点的长辈，其实都有适合他们的地方，对不对？对，哇，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馆长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啊，我会说这空间其实是还蛮丰富的，像我们针对那个小朋友，我们是儿童区，我们是 B1 一整层的。地下1楼一整层都是那个给小朋友去使用。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把小朋友关在地下室？大家会觉得地下室因为小朋友会吵嘛，所以都把它放在地下室就放在 B1。那其实因为建筑师他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他利用很多下层的广场，也就是从低楼层也下层的广场，所以在 B1 呢都可以看到阳光洒进来，所以你不会以为它是在 B1， 是非常明亮的一个空间。不会觉得是那种大家心目中会想说，你地下室是不是很阴暗？不是，不会，它就是多一个低楼层这样子。那因为整个楼层，那小朋友都在那里，他也可以很自在，他也不怕吵到别人。对，而且我们还有除了主入口之外呢，从其他入口也可以从外面直接就进入 B1。就 B1，真的很贴心方便，所以它不会干扰到其他的读者。然后也有比较适合这个年长的长辈阅读的地方，对不对？那 B1 有一个地方跟大家特别介绍，就是我们全国首创的五感探索区。哇，是。那是我们针对0到5岁小朋友设计的空间。那一般的图书馆呢，对于0到5岁，我们就是摆放书籍，摆放适合他的书籍的一个地方。那我们除了书籍之外，我们透过5个元素，就是说唱读写玩。这样5个一个空间的情境布置，有它的素材。那透过这样的空间布置，我们是希望透过亲子共读一个陪伴，那让小朋友在还没有进入学校之前，在学龄前，他对阅读这件事情就产生兴趣了。是。然后他在说唱的这些的这个空间里面，他可能会认识一些新的词汇，然后认识在写的地方认识字这样子。对。那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营造，我们是觉得就是要培养孩子的一个早期的素养。这是我们希望家长呢，他们能够去善用这个地方，因为目前我们就看到有些家长可能还以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游戏场，可能小朋友去就会到玩这一区那事实上我们
是有其他区，我觉得这功能都蛮不错。未来我们也会在这个部分呢，跟家长做多一些的说明，让家长可以善用这个空间。对，哦，对，那因为这个空间我们是属于有个人数管控的一个限制，我们一次就是有20组的亲子进去，然后一场开放是90分钟，接下来我们就1小时的时间是除了撤场之外，就是一个消毒。我们每一场之间就是做一个消毒，对，对，这对这个小朋友尤其的重要哇，所以真的是做的非常的这个防疫方面然后健康卫生方面也都有顾及到了。那刚开始有些家长就会说，这个空间为什么开放的组数不多，那么少？对，那为什么要这个时段去开放？可后来有使用过的家长，其实我们询问过他们的需求，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空间。那你如果要运用这个空间，要能够让它发挥到功能，其实是要做一些人数的控管。因为像我们现在开馆是到了假日的话，就每天大概有6日的话会有8-9千的到馆的人次。哇，8-9千人。对，那事实上在儿童区人次啊哈，就进进出出。对。那在儿童区的话，现在是寒假，就很多的一个亲子在那地方。那有时候确实是人就会比较多。那我们就希望有一个空间，我们是想要实现我们的一些理想，然后让这个空间有一些做一些的人数的一个管控，让它真的可以发挥它的功能。对，也透过这节目来跟所有的这些家长的做一个说明，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控管？对，哇，所以其实真的可以在假日的时候，平时也可以去，但是假日的时候尤其适合大家全家大小都一起过去。那刚馆长也有谈到说，去那边一整天也没问题哦。那当然这中间会遇到说，吃东西呀。那当然我们就是说知道现在这个新总馆里面很棒，它里面有很多结合了科技的东西，然后还有那个烹饪教室啊，可以吃东西跟看书。那当然还引进了我们就非常棒的那个咖啡馆，对不对？这个部分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对，我们里面大概有邀请两个厂商来进驻啊。那我想目前已经开始在营运的就是乌邦图书店。是。对。那刚开始我们去邀请一些厂商进驻的时候，其实没有人要来。为什么？他们觉得会没生意吗？因为那时候对一看说，这炮校那个地方，那因为那时候工程在进行嘛，然后晚上也都暗暗的，他们就觉得。可能对于他们过去的想法说，现在还会有人看书吗？他会觉得到图书馆来，可能他们没有想过可能会有这么多的人潮。对，我们现在是大家都抢着要来。对，又有人在询问。对，那像乌邦图书店，因为我是觉得当初邀请他们来进驻有一个想法，因为它是书店。对，它不是一般的就是引进一个餐饮、一个咖啡这样而已。因为那个老板也有他的一个理想。那有人就会说。你图书馆你借阅都是免费的，你开书店怎么有办法营运下去？结果其实他们书卖得很好，对，尤其是生活类的书，所以可见其实我们台南市民其实阅读的能量其实蛮高的，有时候看到自己喜欢的书就会想要自己就买一本，想要自己拥有，对，会买。是。那像刚开幕那一阵子，刚好遇到寒流，很冷的时候，其实它里面其实人数都蛮多的，对，大概大家也没有想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书店在图书馆里面其实营运的不错。那我们做法可能跟一般的有些公共空间或是有些图书馆会引进餐饮，我们做法比较不一样，是他们的餐饮可能会是在图书馆的入口的外面，那我们是把它融合在我们的空间，我们是在4楼的一个空间，那民众你在其他的阅读空间你阅读也好，那可能一段时间你希望可以转换一个心情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可以到这个空间来，就是它变成是图书馆的一个部分了。这个部分也是可能大家也是颠覆大家的一些想法，怎么在图书馆里面，然后有一个书店，有一个餐饮。我记得上次我是有带一群朋友在导览完之后，我们就想说，坐在乌邦图书店，想大家交流一下。对，那我要去点餐了，我就看怎么他只有在这个柜台前面有那个 menu 这样子，我就说，为什么不每个桌上都摆一份，这样比较好点？结果他们店员跟我说，我们是书店，我就觉得很棒，因为是书店，它不是咖啡店，对，他们是以书店为主这样子。哇，
那时候感觉我很真的佩服他们，真的很棒。好，那我们新总馆呢，除了适合全家大小以外，其实还有非常贴心，就是我们有为这个视障朋友设计的一个区，对不对？对，因为我是觉得一个图书馆，它还是图书馆。所以推动阅读这件事情，还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任务哈。那我们除了我们有分龄分众不同的楼层要针对不同的一个年龄层之外呢，我们特别针对视障朋友，我们在2楼有一个视障服务专区。那这一区可能在网络上大家比较少讨论到，刚好主持人你提起了，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一区呢，我们有500本，目前有收录了500本的那个双视书，就是我们找一些绘本，然后请厂商帮我们制作，也就是说妈妈呢可以看着这书哈。家长看这些书，然后小朋友可以透过这点字的触摸，就是变成双视，就是2个都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内容。那可以去陪伴，可能是弱势的小朋友，或是有视障的小朋友陪伴他阅读这样。那除了那个是我们说双视书之外，那边还有3个空间。那未来我们希望有一些志工可以加入服务，也就是说可以1对1，可以朗读给小朋友听。这是我们在因为新总馆的空间也够啊，所以我们有办法提供一些更多的服务，这样子。哇，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哦，让人家觉得很感动啊。好，那我们讲的这些呢，其实不如说我们到现场去直接介绍给我们观众朋友看，大家可能会更加了解我们的新总图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馆长呢，透过影片到现场呢去介绍说，我们台南市立图书馆的新总馆到底有哪些特色？走吧。呢，就是大家心目中非常梦幻的图书馆——台南市立图书馆的新总馆。那现在呢，我们就要透过洪玉珍馆长的介绍，让大家好好来认识一下我们这间新总馆。馆长好，嗨，小晴好。馆长，哇，这里真的是一到这里就感觉哇很有气派，非常的漂亮哎。因为图书馆这一块它有一些腹地，我们面对的是炮校，那后面我们还有一个公园。哇，真的很棒，而且我们看这栋建筑真的非常的棒哎！这栋建筑物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它最上层4楼，突出这一层，它透过这些格栅，在光影的变化之下，可以看到台南的那个老屋的窗花。随着光影的变化，那另外就是它的柱子，它是用很细的那个4根的这些柱子把它撑起来，就像竹子一样撑起一栋建筑物。对，那整个外观看起来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创造了底下有很多遮阴的地方，可以让民众在这边走动啊休闲。对，所以我们一来到这个新总馆呢，就会发现说，哇，不仅这个外观非常的豪华，非常的气派，而且让人家觉得哇，真的很震撼。以外呢，我们相信我们馆内呢特色更多，对不对？对，我们是内外兼具的图书馆。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请馆长呢带我们进去里面，好好的参观一下喽。好，现在刚好是我们防疫期间哦，所以我们要来参观新总馆的话，到底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馆长 ，OK，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因为是疫情期间，所以我们在入口地方，我们有采分流的方式来处理。这边是入口，那地方是出口哈。那请大家呢入馆的时候要配合全程要佩戴口罩。那如果你有这个身份证或是借阅证是比较方便，一进去我们就直接就可以刷证件就可以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填写资料，因为我们是采实名制的。然后还有量体温，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口罩要开始戴上了。对，现在我们要开始入馆了。好，大家一定要记得戴口罩，还有带证件。哇，我们一进到大厅呢，相信大家如果一进来，一定会被贴上这些纸片，其实是公共艺术吸引啊。馆长，这个真的是相当的特别，对不对？是啊，因为我们图书馆的大厅有3层楼的挑高，
那因为这一件的公共艺术呢，所以吸引了很多人到图书馆来参观。那这件公共艺术是由英国的艺术家保罗考克斯基他的一个创作。那所有这些纸片呢，大概一共有311片。那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纸片上面有字哦，像这个是思想啊2个字哦。那这艺术家他要传达的就是这个知识的自由，还有纸本阅读的快乐。所以我们在这空间里面看到有很多纸叶在这边飞腾这样子。对，哇，真的很棒哎！而且除了说这座公共艺术这么让人家吸睛以外呢，其实我一进到这边就感觉说，哇，这里好像百货公司书店哎。是，这也是我们当初在布置上的一个想法。我们希望民众进来，他能够很自然的去亲近这个书籍啊，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像一个书店上的一个展示。那可以看过去这边的一个书展，我们就是新书的一个展览，所以有展览区的书都是可以立即外借的。那因为现在刚好农历年期间，我们特别做一个年货大街的一个书展。新总馆还有一座相当多功能的互动书墙，那到底呢这座互动书墙有什么特色？要怎么使用呢？馆长？好的，因为图书馆的空间非常大，那到底图书馆有哪些活动，然后空间的资讯如何呢？我们就透过互动书墙来跟大家做介绍。那这互动书墙呢，它一共呢有6个功能，可以给3个人同时来使用。是比如说现在我用一只手指头去点选它，那这个空间现在就是我来操作了。这地方有主功能。我们看到这主功能一共有6项。那比如说，我现在想要知道图书馆有哪一些空间，我点了空间导览，是这地方我们呈现的有一个图书的主题跟空间的名称。那大家最常用的就是图书的主题，比如说我想要找书，是我想要找书，我想要找旅游的书，在这么大的一个建筑里面，它放在哪里呢？我们点选了旅游，我们就看到这部分亮在4楼了，在4楼地方，刚才在那边，对不对？对，好，我们来点选旅游，那这个地方出现就是在这个位置哈，这是有关那个图书的主题。那另外它还有很多的一个功能啊，比如说我想要知道4楼的茶水间在哪个位置，好，这个地方就可以亮起来哈。哇，好方便。那这个互动书墙除了找书找空间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好书推荐。比如说我先看一下好书推荐，是这部分我们就有提供一些名人的推荐的一些书籍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功能，像新书推荐。是，如果要知道图书馆最近有哪些新书，我们点选了新书之后，比如说我想要借这一本书。点进去之后，这边有一个 QR code，那你手机扫描它之后呢，就会直接连到我们的系统，就可以做预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你可以把这本书预约来，那等一下到我们的24小时取书站那个地方跟大家做介绍，就可以在那个空间来取书。所以这边的功能非常多所以按这个箭头可以到这个主画面哈。是，所以如果到图书馆来，想要知道图书馆相关资讯，都可以透过这个互动墙来做一些讯息的一个揭露，这样子。对，真的非常的方便。现代人工作繁忙，那如果想要领钱的时候，有24小时的 ATM 可以去领。那我们如果要借书还书呢，是不是有24小时呢，馆长？是，这是我们24小时的服务区。那在这个空间呢，我们有3台机器，其中有1台是自助取书机。在这台机器呢，可以取预约书。我们全市有45所公共图书馆，民众可以把其他馆的书调到这台机器来取书。那另外我们也提供了精选书，也就是说你只要有借阅证就可以在这边借你想要看的书。那些精选书是我们挑过的，很新的一些书。那这台机器呢，一共可以放2560本。那除了取书机之外，我们还有2台还书机这2台还书机呢，主要是呢，因为还书的民众很多，我们让2个人可以同时去操作。那我们会设置这样的空间的一个想法是，它旁边就是停车场，
民众可以很近的距离就可以到图书馆来使用这些设备，他不用到图书馆里面，在这地方他就可以有自助的一个服务。那在这空间里面呢，大家如果在等待的时候呢，也可以欣赏到这边，这是徐瑞宪艺术家他的一个作品，这也是一个我们馆内的一个公共艺术啊，这是公共艺术。我刚才想说，这是什么？以为是什么借书的设备，大家好好看一下，是公共艺术。是因为徐瑞宪老师的一个作品，就是有一些机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也让它跟我们的自助的一个取还书设备做一个呼应。馆长，那大家就是 ATM 现在都会领钱的嘛，可是这个自助取书机跟还书机，可能很多人没有用过那你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取书跟还书呢？好的，像这台取书机的话，可以带着市民卡或者是借阅证就可以。是，对。那我们现在来操作给大家看。好。因为我没有预约书，所以我现在取一个精选书。精选书是我们挑好的一些书放在机子设备里面。首先点选精选书，然后感应你的借阅证卡。是，就这么简单。哇！这时候画面上会出现这些书你可以一直往右边滑就往，然后挑选这么多对，挑选到你想要借的书比如说我现在借这本书，你点选它之后，按确定借阅。是，这时候我们看到画面上处理中，表示这个书呢已经在机器里面那边开始在运作了。哇，那就是说自己手没有预约的话，其实就是里面也精选了很多书，可以让民众24小时来这边借，对不对？对对，好方便呢。取一本书的时间可能会觉得比较长，那同时如果取好几本的话，这样平均起来就会比较快。对，所以这个时间就是可以欣赏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一座艺术。没错没错，哇，原来有这个用意，真的好贴心。对，我们现在看到它已经在出库中了。是。比想象中的还快，对啊，已经成功了，其实蛮快的是，哇，好了动作好快哦。那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借阅成功了，不用再到柜台里面去借这样就可以了，直接带着走。对，是。我们刚才看到馆长呢在借书相当的方便，手指头按一按呢，他的书就跑出来了。但实际上呢，要来借书还书，它的后台是怎么运作的呢？新总馆这一台自助取书站是目前我们国内最大容量的一个取书站，它可以容纳2560本。那我们为了加快它的一个取书的速度呢，所以这个机器的我们设计了2只的一个机器手臂它可以同时来处理书的一个进书跟取书的这样的一个作业。馆长，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把这些书把它上架呢？就我们同仁在上架的时候，它是不用等机器手臂的这台机器的一个优点呢，就是同仁可以在这一直把书上去，然后它会在这个地方去等待，等到机器手臂它有空的时候，就会把书自动放上去。那它等待的时候可以容纳50本书。那这期间假设同仁的书上完之后，机器手臂这边没有开始动作，它可以先回到工作位置上，等到呢机器有空的时候呢，在同仁的电脑的荧幕上就会出现，就是说他可以继续再来做这一项工作，这样。那这样的我们整个作业就会比较流畅，不用一个人一直在那边等着要上书的一个作业。对，所以现在呢，这个科技非常的发达，然后我们新总馆呢引进这么棒的设备呢，真的节省了很多的人力，然后让我们民众的取书也更加的方便哦。新总馆真的相当的贴心哦，它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尤其呢，我们在这个 B1 的部分呢，还有儿童区，对不对？是，我们把 B1 一整层楼都给小孩子使用亲子来使用，非常的受到欢迎。那我们对这一区的一个在空间上的一个设置呢，我们把这书籍呢分了3个地方一个是知识性的书，还有一个是图文比较多的绘本区，还有一个是文学区那在柜台的这个我们后面这个空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主要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学习区。这边有很吸引小朋友的立体书
那因为立体书因为容易被损坏，所以呢，这立体书我们是要凭证件来借阅哈。那借阅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这大桌子这边哈，亲子一起来共读。那在我们热气球那个地方是一个文学类的书文学类的书相当多，可以说占了我们儿童书籍的一半哈。那在知识性的书，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我是把这个书呢按照这个符码来做一个分类。那小朋友一看到这符码，他就很清楚知道这一柜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书籍。那另外呢，儿童区还有很吸引大家的就是一个它的视听区，它视听区真的非常有趣除了可以坐着看看影片，也可以躺着，就像在家里的客厅一样。对，哇，真的小朋友来到这里我想大家都不想回家了。哇，好可爱的青蛙我还以为我来到了游乐场广场，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还会有这么可爱的一个造型的东西呢？我们每个楼层都有自助借书机，让民众可以自己操作。那儿童区也不例外。那我们这边有2只青蛙，它就是我们的吉祥物挖宝所做的自助借书机。那小朋友呢，可以把书放在这地方，就可以自己来借书那一次可以放5本书。那借完之后呢，也可以决定要不要印收据，蝸牛就会把收据给吐出来了。对，哇，这样子可以从小就培养我们的小朋友自己可以借书对不对？是的，是。新总图还有全国首创的无感体验区，那这个无感体验区到底有什么特色呢？这无感体验区呢，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为了我们要维护这个阅览品质，我们是采人数的一个管控所以每一场我们只开放20组的亲子入场。那每次开放的时间是90分钟。那在每一场的中间的休息时间，我们就会进行所有整个空间还有图书跟邮具的一个酒精消毒的一个作业是。那无感体验区我们当初设置的一个构想，主要是呢要来培养孩子的早期素养。我们透过说唱、读写玩这5区的一个布置，还有5区呢提供的不同的一个素材。那希望呢透过亲子共读在家长的陪同之下，让小孩子还没有进入小学的时候呢，他就对阅读产生了兴趣。在没有进入小学之前，他也认识字还有透过这个书写的过程里面去了解这个字的一个意义，以及呢透过说唱呢来认识新的词汇。那当然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玩区玩区我们有积木，也有角色扮演他可以穿着厨师的衣服呢在这边做一些进行的一些扮演的一个游戏。那对我们来讲孩子的一个阅读习惯的养成就从游戏开始，从生活开始这也是我们从无感体验区这边我们想要实现的一个想法那非常欢迎呢家长呢多来利用。那我们开放可以预约14天之内的场次我们每一个场次呢就有在网络上开放15组的预约，那现场排队有5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轮流管控的话，那可以在里面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阅览的品质。那里面的空间真的非常有趣，让我们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空间。走吧。这建筑物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呢，它就是呢，在我们的 V1 有一些下层的广场，让阳光可以洒进来，所以不会觉得在 V1 好像是小孩子把它关在地下室的感觉。那我们看这下层广场呢，我们提供很多的邮具，也是小朋友阅读累了，或是在等待无感体验区在排队的时候呢，就可以先在户外这边透过这些邮具呢，舒展他的筋骨。那这一区是我们的故事森林就是主要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个绘本让妈妈可以说故事给小朋友听。那在这情境上的布置，我们有一些帐篷，让孩子有一些自己的感觉，让自己的一个空间。那里面又有很多这个我们提供了这些布偶让他可以抱着布偶跟布偶说话也可以。那这个空间呢提供的部分呢，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亲子的共读让孩子去感受到那阅读的一个乐趣。这地方
彩色森林呢，彩色森林就我们用石虎这一只动物来做一个代表。那我们提供了墙面，这边让孩子可以在这边自由的一个涂鸦。除了这部分之外，我们也有提供的光桌啊。那小朋友在这个光桌里面，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在这边涂颜色，那主要是让他们练习，让他们知道去写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一个认识。那每一区我们提供的书籍会不一样，会根据这一区的一个特色来提供相关的一个素材啊。像这个部分是一个交响森林，这个地方主要让孩子训练是说。好，还有一个唱。那在这蘑菇里面，他小朋友躲在这下面就可以听到一些音乐。那透过这样的一些韵律，这样的一个使用，那孩子可以去练习去学习一些新的一个词汇。好，这一区的玩乐森林应该是小朋友他们最喜欢的啊。透过这样的一个游具，然后去学习。那事实上这部分除了玩具，我们是有一些绘本来做一个搭配。那除了在这边游玩之外，我们看到墙面上这个是有味道的哈，像这个呢打开去闻它它就是一个凤梨的一个味道哈，那就是让去体验。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五感探索区？它透过这些空间的一个情境布置去认识它周遭生活的空间像这个呢，它就是一个葡萄的一个味道哈。除了嗅觉之外，我们也提供一些触觉哈。像我们今天看到云，那孩子去触摸它，去感受到云哈是一个比较柔软的一个材质。那我们是让孩子去练习练习它，然后去探索这个空间。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素材。那除了这个玩乐森林这个部分是比较给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因为我们是0到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到这个空间来。那有些小朋友还在爬行，那怕被撞到会一些危险，所以我们另外有一个宝贝森林区。这一区就比较适合在爬行的小朋友，那这边也提供了一些的玩具给他们。这一区也是非常受到小朋友的一个欢迎。那我们这一区的空间跟户外的下沉广场呢，我们看到外面有公共艺术，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玻璃的呈现，有时候小朋友会很有趣，因为里外他们会做一个对望做一个互动，这样的一个交谈这地方也是一个玩乐森林的部分那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类似来购买这个水果，从这个过程里面，他可以开始去数，1片西瓜，2片西瓜，这孩子从这边可以去学到这个数的一个概念，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游戏的过程里面，孩子做一些重复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对他的对于数字的一个认知呢是很有帮忙的。好，他也可以在这边透过一些就是一个去练习这些游具小朋友自己都很会玩，比我还会玩好，那除了这地方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厨房小朋友他可以穿上一些角色扮演，他可以穿上厨师的一个衣服，在这地方是一个很安全的厨具，因为这边没有火这是一个洗手台这是一个搅拌机，还有这是烤面包机这是我们提供的这些素材，让孩子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学习这是一个果汁机那孩子在这边一次玩就可以玩好久，我们是提供90分钟那孩子如果玩具看书都可以。这是我们对五感探索区的一些情境上的一个布置。那每一场结束之后呢，这些的小孩子触摸过这些游具，我们都会进行消毒。我们希望这个空间呢是家长能够一起去陪同，而不是把孩子就直接放在图书馆那这边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些游具，我这边主要是要告诉，就是说结束之后呢，这个所以孩子从这边的游具他都可以自己取拿。那结束之后呢，就请这个家长呢就教导小朋友按照这上面的一个图，把这些游具都归位，从小就养成这个收纳自己的生活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哇，这是超
长毛象耶，我有没有看错啊？它出现在我们的新总图哎，哇，馆长，为什么会有这些长毛象呢？哦，这是我们跟左镇菜寮花石馆借展的，那小朋友非常的喜欢，有人一入馆就问我们说长毛象在哪里？原来我们才知道这么受欢迎。那希望小朋友可以轻轻触摸就好，不要把它推倒哦，也不要攀爬。哇，这个东西非常有趣哎，馆长，这个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这么棒的东西啊？这是艺术家梁任宏的他的一个创作哈。那图书馆除了3大公共艺术之外呢，我们邀请很多艺术家在馆内做一些策展，所以你走着走着就遇见艺术了。那我们也不希望说把艺术跟我们的距离拉太远，所以这艺术是可亲近的啊，你可以去触摸它哈，去感受到它旋转的那个韵律。对啊，不过小心哦，不要打到头。对。一般的图书馆呢，会提供民众可以电脑上网哦，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的新总图哦，它其实还可以透过电脑来进行学习，对不对？是我们这边的数位学习区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空间啊。那我们提供这边电脑有提供一些软体，有影音的一个剪辑，绘图软体，还有3D 列印哈。那民众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自主学习。那这空间跟我们的上网区是不一样的哈。对，它是在这边哈做一些相关还有文书软体的一个编辑。那使用的时间也会比上网区还要长。上网区是30分钟，好，那这个地方呢可以是120分钟，对，可以使用比较久。对，所以民众来这边呢，不只是说简单的上网而已，还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是，那像我们在这个空间呢，数位学习区的2侧是讨论室，那3楼一样的这个空间都非常受到青年学子的一个欢迎，他们可以在网络上预约，然后就可以有一个空间一起来讨论。所以我们也希望新总馆提供的空间不只是学习，最主要是我们可以透过这边大家互相的一个交流哈。那这部分可以自己预约一个空间也可以共同去使用一个大桌哈，那透过一个讨论，我们在这边希望民众可以在这空间发挥创意可以这边创造新的一个知识。新总图呢，非常的贴心，设有视障服务区，而且还有这种双视书哦。是，这双视书呢，是我们挑选了一些绘本，那请厂商就针对这些的绘本的内容去做一个胶膜一个点翼的一个粘贴。那家长呢可以看着这边的字，那小朋友可以透过触摸那一起来共读所以我们是一个双视书那这边我们提供将近500本的这样的一个书籍，后续呢也会一直增加。那是我们针对视障朋友提供的一个服务。那除了这些点字书双视书之外呢，我们也提供3个空间那些空间里面我们放置了扩视机那针对弱势的或是想要一些字体比较放大的民众就可以申请这空间来使用，同时呢它也可以有一些声音可以读出来。那另外这空间呢也可以作为申请这样一个空间，然后朗读给小朋友听。哇，录了这么久，终于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喝杯咖啡，轻松一下了。现在呢，我们来到最后一站，就是乌邦图咖啡馆、乌邦图书店书店啊，咖啡馆加书店，是它就也提供饮食，所以图书馆是可以待1整天的地方哦。对，没错。好，那馆长，我们现在就来喝杯咖啡吧。
哇，看完我们刚才呢，馆长带我们去现场哦参访的影片之后，您是不是更想要去现场参观呢？非常欢迎大家。但是呢，这段期间哦，因为我们卡到说可能这个疫情的关系，尤其现在过年了，那大家都会担心说我们去人潮聚集的地方呢，是不是要做好这个防疫工作呢？而且其实有很多活动在春节期间因为防疫的问题，所以其实都取消了。但是我们总馆有没有取消啊？我们不但没有取消，我们是加开，因为往年我们在农历年图书馆是没有在开馆的，因为之前我们有时候会推借书加倍啊这样的活动，让民众就把书借出去，不一定在过年的时候还到图书馆，就在家看就好了。对。可是因为新总馆开幕以来，因为受到很多民众的喜爱，对呀，造访民众是络绎不绝，所以呢，市府啊、市长会希望说，我们还是要开馆了，来营运，让有些民众他可以在假日的时候也到图书馆来。虽然我们不是不是美术馆，不是博物馆，可是还是有一些参观的一些民众啦，对。然后我们在农历年会开从初2、初3、初4加开了4天，对。不过我们晚上就没有开放了，这一天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这样的一个时段这样子。那民众去的话，要配合哪些防疫措施？其实我们现在有大部分了，有一些人力是在门口的防疫这部分。我们希望进来，目前我们就有采实名制然后一样是要量体温，那希望民众呢多洗手，因为有酒精这样都提供给大家哈。然后因为实在是假日人潮实在太多了，对。那我们也怕说农历年的时候，因为很多场馆没有开，或者是因为北部有些市民有些北部的亲友下来之后会想说要到新总馆来看一下，这么棒的地方，我们也怕太多人了。那因为事实上有些防疫还是要因应啊，所以我们目前的规划是馆内人数是以1000人为上限。对。那如果是说馆内人数已经达到1000人了，那可能就很不好意思，大家在馆外稍待一下这样子。对。所以要去参观的可能就要及早，而且大家要做好这个防疫的措施。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到馆内来，民众他也可以安心，然后也不用说大家人挤人这部分。那像乌邦图书店，它是有提供餐饮，我们也希望它加隔板，是这样子。是，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疫。对，我想说，因为这段期间可能大家在防疫上这部分还是要谨慎一点。那图书馆是公共场所，我们也是责无旁贷，要做好防疫的措施。所以馆内人数的控制也是希望市民朋友能够体谅。对，到时候可能要在馆外稍待这样子。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馆长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说呢？因为其实这个馆自从开放以来，那当然我们一直在调整一些服务。那有些民众可能对这场馆很新然后可是在使用上，我想这部分可能因为我们人员真的是不是那么足够。虽然我们运用一些科技来管理，比如说我们有24小时的取还书机，那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有自助借书的一个设备那我们希望说民众呢尽量能够善用这些科技的设备。那除了我们这些科技的服务之外，其实我们希望它还是有人文的温暖这是我们要去兼顾的。那第一个民众善用这些设备，另外也希望民众能够爱惜这个空间，这样我们就不用投入太多人力去做一些劝导的行为。像有些民众他可能就会脚去踩在这个铝格栅上面，那这踩了其实会变形了，他们可能就会把它当做一个桌子这样来使用。因为对于民众很多的使用是有时候是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因为我们也没想到像那个立柱4根柱子，就有小朋友躲到里面去看书。哇，对，那我是希望说，这个空间可能大家爱惜它，然后大家一起来使用它。那么未来也希望，这个空间它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提供了一些学习的空间。那我们希望民众利用这个空间，可以在这里发挥创意。然后在这边创造知识，然后大家一起来善用这个空间，这样子。好哇！今天非常感谢馆长到节目当中，让我们的所有的朋友呢更进一步来认识我们台南市立图书馆的新总馆。那当然呢，哇，百闻不如一见自己到现场去哇！那有空的话，欢迎大家。那当然这段期间可能会有人数的管制那也请大家就是说，可以多多的体谅，然后做好这个防疫。好，再一次谢谢馆长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谢谢。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市民时声》这波底加个几段了，咱再会。